彰化一个50岁单亲妈妈到银行要来汇20万，互伫咧网络顶熟识的老公。这个行员惊去互骗去，一直甲追问细节。但是这个单亲妈妈认为银行管伤多咯，无汇钱直接就离开。行员未放心来报警，警方找3点钟，总算伫咧努力找到这个单亲妈妈。虽然伊一开始嘛是骂远景管伤多咯，但是经过远景苦口婆心甲苦劝解说，这个单亲妈妈才总算发觉家己真正差一点仔就去互骗去咯。为什么不去关心给付的那个？我跟你说，有人通报我才来关心你的。50岁单亲妈妈看起来真无欢喜，因为家己只是要汇钱，互伫网络顶熟识翁婿，毋那伫银行互行员直问，即马阁互警察查来。也太奇怪了吧？没有，现在都这样。不奇怪啦，你只要超过20万，他都问你。一开始是银行行员发现这位单亲妈妈要汇20万，互网络顶熟识翁婿，提供防止诈骗的手册互看，继续甲问。虽然单亲妈妈认为银行管伤济，无汇款就直接离开，不过行员看到伊会去其他所在汇钱，才甲警方通报。警方调阅相关监视器及查访住居所约3个小时，找寻到该名户人，他们是以脸书加好友，然后互称为老公老婆，取得信任之后，请该名女子前往银行汇款。经过员警一直甲讲，单亲妈妈才发现家己险物互骗去，取消汇款的想法，嘛对员警和行员表达感谢。警方提醒民众伫网络顶交朋友要较细致，莫凊彩汇款互无熟悉，甚至是无看过的网友，避免防骗。